我之入道，不因神，不因宿命，不因死後歸宿的承諾，只被兩部書深深吸引，《道德經》與《易經》，尤其《道德經》5000餘字，黃空出世於2000多年前。我反覆讀，越讀越覺得這不像是人寫的。人寫的文字總帶時代局限、情緒痕跡與知識邊界，但老子這5000字，無一字可刪，無一字多餘。所談之道無形、無名、無狀，卻是萬物之源、宇宙運行的底層法則。2000多年前沒有量子力學，沒有相對論，沒有望遠鏡，老子如何知道道先天地而生？如何知道大若細，細若遠，遠若反這種循環往復的宇宙節律？又如何知道有無相生，難以相成這般對立統一的根本法則？當今物理學追討言論，咁能量、量子糾纏，不都在試圖描述一種看不見卻決定一切的存在嗎？老子直接說那是道，我無法不聯想，老子或許不是地球人，而是某種高度文明的存在，以人類可理解的語言埋下了宇宙的說明書。至於易經64卦384爻，不過陽爻與陰爻的組合變化，就這兩個符號重疊交錯往復，竟能窮盡天地萬物的運行規律，從天象氣候到人事進退，從治國之道到身心修養。我不斷思索，這套符號系統絕不可能是古人憑經驗歸納的占卜筆記，它的結構太完整、太對稱、太自洽，像一組被刻意編碼的宇宙源代碼。我漸漸形成一個屬於自己的領悟，易經的爻文是天文密碼。天文二字，意為天無言語卻以秩序示人，日出日落是密碼，四季更迭是密碼，河圖洛書是密碼。而易經的爻文正是人類目前所能觸及最純粹的一套天文密碼。每一爻的陰陽位置，每一卦的錯綜互動，都在描述變化如何發生，不是命定結局，而是展演。若如此，則如彼的動態邏輯與現代資訊理論的編碼解碼何其相似。鬥懂爻文，不是為了預測彩票，而是讀懂自己當下的處境屬於哪一卦、那一爻位，然後做出不為道的回應。正因這份震撼，我選擇了道教，但並非走向玄談、符咒、煉丹或通靈，而是走向極其樸實的實踐。修現在，修健康，修智慧。道教的根底不在縹緲的神仙，而在《道德經》所閱，道法自然。道不是外求的神，它就運作在我此刻的呼吸、念頭、行動之中，順應自然便是修道。現代人拜入宗教，若只為求籤問百、心安許願，便是將宗教貶為心理安慰劑。資訊爆炸的時代，任何要求盲信的體系都在快速崩解。宗教若還有價值，必須轉向一種更嚴苛的功能，不再是許諾未來的期票，而是提供一套取當下的具體功法。我所理解的道教，不問前世那些因果早已過去，無從查證，也不執住死後那時我已不在，無從控制。他只問一件事：我這個身體、這顆心，在此時此刻，能否活出最高品質的穩定、清明與活力？易經乾卦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宇宙從不停止運轉，我也不能停下修行的腳步。但這修行不是苦行，而是順應自身節律，打磨健康與智慧這兩把鑰匙。健康讓我走得遠，智慧讓我不走歪。談到修健康，世人多停留在技術層面，壓什麼、練什麼、睡多久。但道教的修健康，首先要處理我與自己肉身的關係。多少人恨自己的身體，嫌他胖，嫌他病，嫌他老，嫌他不聽話。多少人把身體當工具使喚，直到他抗議採方亂求醫。這種對身體的疏離與敵意，才是最根本的病源。道教修行從內觀開始，閉上眼，不追求任何玄妙境界，只如實感覺身體哪裏緊，哪裏痛，呼吸長短，心跳節律，沒有評判，只有覺知。當我開始這樣做，便發現一個事實：身體始終在對我說話，我只是從未傾聽。要不是突然的、
幾個月前他就隱隱提醒，失眠不是莫名的。在我熬夜與思慮過度時，他早已發出警訊。道教所謂上醫治未病，不是神話，就是這份樸素的覺察。至於道人、吐納、食療、安橋，都只是這份覺察的延伸。我練八段錦，不是為了招式漂亮，而是在兩手托天理三招的瞬間，真切感受三焦經從緊繃到鬆開的微妙變化。我調整飲食，不是因為禁忌，而是我清楚吃下油膩甜膩後，身體變得遲鈍沉重。我捨不得讓自己的殿堂蒙塵。我早睡，不是因為教條，而是我體驗過深夜不睡時心煩氣躁、白日昏沉的代價。修健康的最終目的，不是活到100歲，而是讓我活住的每一天都有足夠精力去思考、感受、行動，不被病痛打斷，不被疲勞拖累。健康是智慧得以持續運轉的基礎。沒有健康，我連讀道德經都會頭腦昏沉，更遑論明事理。至於修智慧，我所謂開了智慧，明事多了，關鍵在於劃清兩種截然不同的智慧。一般人的學習是知道讀很多書，記很多知識，懂很多道理，但一個痛苦的人往往知道最多的道理。他可能把道德經背得滾瓜爛熟，一遇衝突依然暴怒；他可能把養生知識講得頭頭是道，依然熬夜傷身。這種知道與行為之間的巨大鴻溝，正是無明的真正所在。道教修的智慧，不是增加知道，而是縮短知道與做到的距離，甚至消除那個距離，讓我在事情發生的當下，立刻能夠明白情緒的起伏無常，明白得失的相對虛妄，明白執住的苦果必然。我的修法是道教稱之為觀心或省己的自我觀察技術。每天找安靜的時刻，回想當日讓我產生強烈情緒的一兩件事，不責備自己，也不為自己辯護，只像觀察實驗樣本般問自己：當時我為何生氣、貪求或害怕？那個讓我生氣的人或事，現在還在影響我嗎？如果明天發生同樣的事，我能否做出不同回應？1個月後，我發現某些重複的情緒模式開始鬆動。以前會暴怒的事，現在只是微微不悅；以前徹夜糾結的事，現在1個小時就能放下。這就是明事多了，不是變得聰明，而是煩惱變少，判斷變清，行動變果斷。道教還有一層更深的核心，不執住於我的正確性。現代人的痛苦，很大程度來自我是對的，他是錯的，我受到不公平對待，我應該得到更多。這些念頭每一個都帶住一個我，而這個我正是煩惱的錨點。道教講無我、無為和光同塵，不是空話，而是描述一種狀態。當我不再死死抓住自己的立場、面子、得失，我反而能看清整個局面，找到最醒力、最恰當的行動方式。舉一個極日常的例子，我在公司被同事搶了功勞，第一反應是憤怒，想爭辯，想報復。但若我修過觀心，我會先停下來，看見憤怒只是體內一股衝動的能量，然後問自己：我爭辯的目的是什麼？是討回公道，還是證明我比他厲害？這件事1個月後還重要嗎？我往往會發現，憤怒的核心不是被搶功，而是我被輕視了。若我暫時放下那個受傷的我可能會選擇另一種方式，私下平靜地與對方溝通，或在下次重要任務中提前公開進度。這兩種方式都比當場爆炸高明得多。這就是智慧，不是壓抑情緒，而是讓情緒失去綁架我的能力。智慧的衡量標準，不是我背了多少經文，而是我今天比昨天少了多少內耗。一個心平氣和的普通人，比一個滿腹經關卻充滿煩惱的修道者更接近道。以上所言，不是我從經書上搬來的教條，也不是那位師父傳給我的秘訣，而是我一個被道德經和易經深深震撼，進而選擇入道的人，在日常實踐中慢慢體會出來的。我依然不知道老子究竟是人還是外星人，但我越來越感受到，
那5000字裏所藏的道，確是超越人類極限的智慧。或許正因為它太過浩瀚，人類才需要以外星人這種隱喻來理解。但說到底，這個問題並不影響我每天的修行。我只需要在每一個當下，問自己身體是否安康，心念是否清明，行動是否不為道。至於易經的爻文，我閱它是天文密碼，這是我個人的領悟，不是學術定論。我不求別人接受，我只是每次翻開易經，看住那些陰陽爻錯綜排列，便隱約覺得整個宇宙的節奏就在其中壓縮成幾根線段、幾句爻辭。那不是占白，那是編程語言，是天地寫給人類的原始碼。讀得懂多少，全看自己的心正不正，身見不見，智為夠不夠。我不敢說我悟了道，更不敢說我所說的就是正解。我只是一個仍在路上的人，將自己粗淺的體悟寫出來。若有人覺得有道理，那是因為道本身不藏私；若有人覺得荒謬，那也是因為我的表述有限，不足以傳達道的1/1000。我入道教的目的，從來不是成為什麼，而是解除那些讓我無法成為自己的障礙。健康障礙解除，身體輕安；智慧障礙解除，心靈輕安。兩者兼具，此生便沒有白活。至於前世來生，我不懂，也不求懂。我只知此刻能讀《道德經》而心有所動，能觀易經爻文而驚嘆天文密碼，能練一套功而身有所暢，能在衝突中多一次冷靜，而非衝動。這便是道在我身上發生的證明。謙卑地分享，誠實地修行，如此而已。